講到這年平里峽西藏邊境，因為這冰川放落來變做一個崩山潭，里邊開始水也開始甜出來了，欠水量超過250萬立方公尺，未來3天呢，甚至會來到300萬立方公尺。兩個政府就警告講呢，這崩山潭若准放落來，就袂輸是大海漲同款。有一寡外籍遊客已經去到年平里軍方的安置中心，啊那災區也打算要來遷村。尼泊爾甲中國西藏自治區邊境，日因為冰山崩起引起大規模的大水，真濟村攏予大水沖海去。專家看衛生圖認為，水頭的河道和真濟冰甲、石頭甲土沙塌掉的，變做一個崩山湖。中國央視日本的報道，崩山湖把滿流出來，尼泊爾也收到崩山湖崩潰的警報，搜救行動趕緊暫停。ऊपर से बाढ़ बढ़ रहा है, तुम लोग सुरक्षित जगह पे बैठो, अपना मशीन लेके साइड में सुरक्षित जगह पे जाके बैठो, अभी काम मत करना, जब हम लोग बोलेंगे तब शुरू करना, अभी चाहिए सुरक्षित बैठो。中國水利部最新的資料，這座崩山湖地背跳水量已經超過250萬立方公尺，比前一天監測的200萬立方公尺增加真多。當局警告，接下來3天，也有差不多300萬立方公尺的水會流入去湖內邊，水量差不多是1200個奧運標準游泳池。估計9月初七左右會到流量的上懸峰，而且接落來一禮拜可能會一直落雨，崩山湖水位愈來愈懸，更加有可能崩潰。尼泊爾國家災害管理當局警告，崩山湖唔是穩定的天然水庫，它佇河道的石頭若崩潰，水規個下來了，更真濟土石、石頭甲樹仔變做敢若是落着海嘯共款的大水，沿着山谷速度真緊下來，沿路的路橋、厝甲其他的基礎設施攏閃袂過。大水來的時陣，有一寡外籍的遊客趕緊走到關的所在，被救出來了，全部都安置佇咧尼泊爾軍方的安置中心內邊。不過即馬驚講，若崩山湖若閣崩潰的時陣，災區可能會拄到第2遍或者是第3遍的大水。We saw the gush of water all the way, dirty mud, rising all the way 4-story high. We ran for our life. We ran 500 steps all the way up the mountain to be safe. 崩山湖若崩潰，除了大水，可能也閣有真濟土石變做土石流，會損害水尾的村莊甲交通。專家講，全球暖化和冰川一年遊，而且季風的落雨和冰川崩起甲崩山湖的災害風險升懸，所以除了繼續監測污水，強化預警甲撤離機制，對一直攏住佇咧高風險河谷的村莊，也應該評估是毋是要遷村。對根本來降低民眾拄到崩山湖崩潰的風險。公視新聞沈樂培編輯。